其實喺香港市面上咧有好多易充程車咧，而呢啲烈火戰車有一部分咧都係由我哋公司營車館咧咁喺日本嗰度運翻嚟香港。而我哋咧公司最近就將來嘅發展業務咧，會一次過咧將呢啲烈火戰車咧特價發售。如果對呢啲易充程車有興趣嘅朋友咧，咁就可以把握呢次機會，因為我哋短期內都唔會喺日本翻呢啲易充程車㗎啦。首先我哋有樂富門嘅 PGM4 啦，亦都有一架比較特別啲嘅熒光花嘅 PGM4 啦，咁有一架 PGM3 紅白撥水花。呢架咧就係特別啲嘅泰國 NSR 150啦，佢係屬於 SP 版本啦，普通版已經係揾唔到啦。其實佢嘅啡領設計啦、頭燈啦、車架啦、機器啦、電腦啦，所有嘢都係其實係兩架車嚟嘅。最特別咧就係用咗單尾彈嚟。卡瓦非常少有嘅 KR1，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啊。Kawasaki 響80年代初咧參加過 GP500，即係今日嘅 MotoGP， 所以佢哋響84年同埋88年就分別出過易充250嘅 KR250同埋呢部 KR1。89年咧佢哋係推出咗 KR1S 同埋 R 版，型車館呢架咧就係 1S 版，尾胎咧140。鮑魚同埋車架等等咧，都比之前嗰架咧係改良咗。大 T 嘅田中桂二花啦 ，RG250嘅水浪花啦，咁呢架就係日本版嘅 RG400啦。歐洲版就係 RG500，亦即係天若有情嗰部。呢兩部車嘅裝備啊，譽為當年啊係最接近 GP 廠車嘅街車。四衝程車咧就有90年嘅 Honda CBR 400RR， 直四引擎嘅。響當年以易充車為主嘅年代咧，係屬於當年比較熱門嘅四衝車。另一部四衝車咧就係91年嘅 Kawasaki 24XR400，因為頭燈設計啊好似個笑容咁樣啊，所以當年咧就叫笑燈。呢條洗衣喉咧亦都係當年最熱門嘅設計，將啲風啊送入引擎。兩部車啊都係用鋁合金車架。